扎西德勒。哦，扎西德勒。你会说中文啊，是吧？我会说一点点，但是没有很流利的，就半半就可以。没关系，我也会一点点。没事，你讲的很好，很流利的。就是这个我很好奇啊。哦。因为虽然是印度是佛陀的故乡，对吧？对。但是呢，现在呢，我知道印度人其实学佛是很少，对，现在我觉得很少。那我一看就大概知道你是一个印度人。对，昨天我也问过你啊。所以你是家庭是也是有学佛的背景吗？还是你的家庭是信佛吗？还是什么样的？你跟我说一下。啊，可以的。所以就这样子，你就说的我是印度人，但是我是美国出生的印度人，所以我爸爸妈妈是从印度来到美国，然后呢，我在美国出生，然后我家人他们都是伊斯兰教的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小孩的时候，我们家里就是都是那个伊斯兰教的文化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就开始的时候就这样，然后怎么说，我自己 15、16岁的时候，我开始像其他的东西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是不一样的东西，对，就是不一样的东西。那个时候我就是非常的，你是不听话的那种啊？对，就是这样。对。我就是特别怎么说curious。中文不知道怎么有很多译文的。对，就是好奇。对，所以我自己开始看东西，就是其他的就是有一些佛教的东西，有一些大作怎么大作，还有就是看很多东西。然后呢，那个时候我开始觉得有可能佛教有很有意思的那个教法，你知道吗？但是那个时候我没有认识佛教的师傅，还有什么老师可以教我东西，就是自己看。然后这样的有一点困难，真正的明白意思是什么样，是不是？就是这样的，所以有一点似懂非懂。对，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很早就开始，然后我上大学的时候开始，我去到那个西雅图那边开始学习中文，还有那个亚洲文化什么这样的东西。然后我们在那个大学学习的时候，我跟我们的老师们、学生们在一起，我们20-30人在一起去到北京。我们去北京，中国的北京差不多第一次我去那边1个月，就是看我们在一个学校在那边，我们住那边，然后跟他们一起学习，然后就是有空的时候没有上课的时候，可以去很多地方走，自己看怎么样。然后我在北京那边，我找到一个寺院，佛教的一个寺院，对，那个地方叫法源寺，在北京，现在还有那个地方，我觉得特别好，一个非常安静的地方，就是很漂亮的一个地方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有意思，这个很有意思这个地方，然后我慢慢开始经常去那边，就是我们有空的时候，下课以后，我就去那个地方，然后我认识一个朋友，他住在寺院里面，他是一个出家人，一个和尚，佛教的，他名字叫觉渊，我还记得他很好，他觉悟的觉。这个我不太清楚，不太记得怎么写他那个字，我也不太。我猜是觉悟的觉，圆满的圆。对，这是传统的名字。对，这个出家人的名字。对，就是一个出家人，然后他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不太讲中文，但是一点点可以，就是开始学习，所以他也不太会讲英文，你知道吗？他会讲一点点英文，我会讲一点点中文，但是我们开始就是聊天，然后慢慢我们当好朋友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经常去找他，跟他一起就是聊天，然后他
告诉我很多东西，就是佛教的什么东西，所以他开始来给我介绍佛教是什么意思，佛教是什么东西，是吗？然后那个时候我们经常去 like 寺院，他们有念经，每天早上还有下午他们有念经，和尚们他们都在一起在念经，然后我特别喜欢，就是有好感觉，我没有懂那个意思是什么意思，但是我听他们做念那个法，那个念经，对，然后我特别喜欢，就是有好感觉，就是有感觉，但是那个时候我也不太知道意思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那这样的话呢，你后来是怎么继续学的？就是现在我们在 Garchen Rinpoche 的佛教寺院，在 Arizona Garchen Institute， 是不是？对。然后我从中国回到美国，然后这个时候就大学毕业以后，我会去中国住那边一年多一点，然后就回来，然后那个时候我想在美国有可能也有佛教的什么地方，就是寺院，还有可能有什么老师师傅就是什么的样子，所以我就想这样，我要找美国有什么佛教的地方可以去学习，可以练习，就这样的。然后我找到这个Garchen Institute。然后这个很有意思，因为我在 Arizona， 在 Phoenix 出生，你自己出生的，对，就是我出生的地方。然后从我出生的地方就是2个小时有 Garchen Rinpoche，所以我应该是从你的出生的地方，就是离你最近的地方，对，佛教的地方，最近的。还有我也是，我那个时候就在西雅图，然后我开车来到 Phoenix。然后我去找一些其他的地方，但是就是有意思，但是没有很重的感觉到那边。OK， 有意思，但是没有就是没有很冲动的，对，没有这个感觉在哪里。但是这个地方我找到，就是我出家地方，就是我老家很近，还有那个时候我怎么说藏传佛教，都没有认识，真的就都没有认识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根本一无所知。对，就是我一点点都听不懂，接触都没有。对，那个时候，然后我到这里，我看到在上网，然后看到他们在11月份有什么事情有发挥，然后我就随便 OK， 我要去，所以我来到这边。那个时候就是金刚菩萨的Drupchen，金刚萨埵Dorje Purba Vajrakilaya，金刚 Purba， 对，那个 Dorje Purba Drupchen，所以我来这里，然后我什么都不懂，就是很多东西就是 Purba 还有什么我看到都不懂，但是我来这边，我那个寺院去里面，然后见到Rinpoche，第一次Garchen Rinpoche，我见到他，然后这个时候我有特别重一个深的感触，真的很深的一个感觉，就是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感觉，第一次看到他，然后有非常。我就那个时候我就明白了，我的师父，我的才会。我们现在说的话就是根本上师。对。切尔利基喇嘛。对，就是。你要找的就是他。对，就像马尔巴，就是马拉里巴天到马尔巴的声音一样。就是这样的。看到他一次，然后就明白了，就这样的。所以。从此以后呢？对，那天他2天要教菩提心的 teachings 呀，就是菩提心菩提心的教学，所以第一天、第2天都这样，然后第3天开始做那个 Vajrakilaya，就这样，然后我还记得第一次我认识 Rinpoche，就是他说，因为我来到这边，然后在早上上课，然后他下课之前他说，
在这个地方我们有一个塔，一个 stupa，right？就是他说我们学习的时间，如果大家有空，你们可以去那个塔，你可以转绕一下那个佛塔。对，他说这样。然后我第一次来，所以我都没有见过，都没有认识。但是我们下课以后，我看到就是吃午饭的时间，但是有很多人在等那个去里面对 cafeteria 就去里面，所以我说现在有一点时间，我去那个塔，我们就说的去那边绕一下，在那个塔，是不是？对。所以我去那边，然后我到那个 stupa 那个塔后面的话，噶真仁波切就在下面在坐，在地下他自己一个人就在坐那边，然后他有那个转经就这样打坐，对，打坐，对，他在那边打坐，然后我开始的时候我有点害羞，我不知道怎么跟他交流，要说什么，就这样，有一点不知道怎么说话了，要说什么，还有什么都不太因为我第一次认识一个喇嘛，就这样的，我之前没有认识，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是转2-3次，就转就这样，然后最后我说 OK， 我就给他说话一下，给他说你好，就什么这样的，然后我看到仁波切，我说you know， 扎西德勒，然后我那个时候你不会扎西德勒吧？那个时候我不会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对，hello， 就这样的。那个时候我已经学了一点点说中文，所以我觉得有可能他会听得懂中文。对。但是我就是说我可以做吗？跟你一起在这里，我可以做一下可以吗？然后他说坐，他说来坐。然后他那个穿的那个衣服，就是外面穿的红色的那个叫什么东西？假设就是应该就是皮蛋。对outer robe， 所以他用这个，然后就fold。OK， 支起来。对，支起来，然后他放在底下。他说你坐这边，在他的衣服，他自己的衣服，他放那边。然后他说你坐这边，我旁边坐。然后我觉得我有一点不知道怎么样，你知道吗？但是我坐那边，然后就是我跟仁波切旁边，我在坐。你坐了吗？上面？我坐了。很好。我坐。你坐的是对的。我不明白，我都不明白。昨天的仁波切自己在喝茶。那时候我在这里面也有。我看到。他自己给我的时候，我就全部仁波切全部倒了。对。我全部喝。对。那时候我还是掉眼泪。对，因为家是很。因为呢，这是一个很吉祥的、很好的缘起。当时那个。格波巴大师见那拉里巴的时候，他点什么就吃什么。对，那拉里巴说质量很好。对，所以有时候是不能拒绝。但是今天是比较当做正常。今天仁波切给我的时候，我说一点点。因为有加持，有他的加持。除了加持，第一见面的那个时候，仁波切给的是有特别意义的。对。好，你继续。然后呢，我就坐那边跟仁波切一起，然后我们就可能5分钟。就这样做，没有讲话，然后我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学习打坐，但是我就开始，我那个时候就都不知道怎么真正的打坐是什么意思，但是我觉得我要打坐，跟他一起，然后感觉看看怎么样，就看一下怎么样，然后跟仁波切那边旁边坐，然后就是我觉得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。真正的看到了打坐的意思是什么样，就是mind， 是什么东西，就有一点点，然后那个心，自己的心，看到自己的内心。对，那个时候我第一次看这个，我感觉这样，然后就非常关照自己的内心，对，非常有感觉，然后我怎么说，就是对，就这样的。然后我们有可能
5分钟就这样做，没有说话，没有说话。然后仁波切就这样，然后就是我的被子就这样，然后就开心。对，就是很开心，所以我感觉非常 like 现在我找到我的喇嘛，你知道吗？我决定了，从这个时候我没有什么like doubt 都没有了。What is doubt？疑惑、怀疑。很好。从这个时候我真的没有这样的，我已经知道了仁波切就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就是一个活佛，真正的一个佛，真正的佛。对，然后呢，我们起来的时候，我穿那个shoes。How to say？ 鞋子穿那个鞋子，然后我起来的时候，仁波切的衣服，送我的鞋子脏一下，就是我鞋子在仁波切的衣服有一点脏了，弄脏了。对，然后我感觉特别like 不好意思，然后我非常有like 愧疚。对，就是有一点不好意思的太不，然后拿那个衣服，然后我like 扫一下就这样做，然后仁波切就开始就是笑，很大的笑，哈哈哈哈，大笑。对，他开始笑，然后我就这样不好意思，仁波切就真没有什么问题，就是都是完全无所谓的，他没有事，然后他在笑，你知道吗？然后这个时候我们一起在转一下，对，然后那个时候我说话，我给他说我名字叫什么，我是从哪里来的，才开始自我介绍。对，所以我们就是第一次这样的说话，然后呢，那个时候第一次我们没有认识，仁波切告诉我这样的，他说我在西藏那边，我有一个寺院，就是噶尔寺，叫他那个寺院的地方，他说在那边我开了一个学校，就是小学小孩子他们在那边去学习。对，他说如果你可以去那边给他们上英文课就非常好。他告诉我这样的，第一次我们认识，他说你必须要去那边去西藏，然后给他们上课，就是教他们英文课。所以就是第一个东西他说就是这个，所以就很有意思，就这样的。所以，然后那后来呢？你一直已经10年了，是吧？快到10年，快到9年，现在9年多一点，然后快到10年。那你一直这就是待在这里吗？还是怎么样？对，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就是快到10年，就是差不多每次这边有什么事情。我来这边，然后就是有时候就帮忙，就是洗碗、做饭，什么东西都在帮忙。然后呢，有时候就可以练习 practice 一下，就我怎么样可以就可以的，就这样子。但是我还没有明白了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就是现在就慢慢，你知道吗？对，然后。差不多1年的时间，我在这边住了，在这边工作，还有住在这个地方。然后现在我在 Phoenix 住，然后就。你说你以前有一次呢，1年都差不多在这个地方。那现在呢，有时候你在这个 Phoenix 那边住，但经常来这边。对，经常来这边，就是有发挥啊，有些课程都来。对。那。除此第一次见面之外，你经常看到仁波切，然后大家仁波切对仁波切的那种信心，仁波切对大家的那种慈悲，你最大的这个感触？最大的感触嘛？对，这个有一点难说，对。这个问题可以翻译一下，这个意思我不太清楚。就是让你最感动的地方。感动什么意思？感动。Being touched。经常有时候仁波切的一些做法，觉得哇，就是这样，非常印象非常深刻。明白 ，OK， 明白了。我感觉就这样，
现在已经10年了，对，但是每天真的就是每一天，我看仁波切就是开始哭了。现在还有10年，我也是。现在还没有 OK， 昨天也看他我也不会说为什么，不会说就怎么样这样。昨天晚上我见仁波切，差不多聊天1个小时。对。然后呢，阿尼拉开车，我们回去的时候，就是那个车子就是那个往仁波切那边，我现在都也想起来有点想哭。对，就是那种，不，就离开的时候，也是有一种心里比较特别感触。对。回来的时候也是一样。对，就是一样。跟这个就是说的非常非常。很多人就这样的，但是不明白为什么，不太知道为什么要这么样哭，很大的感觉就是要哭。对。然后我们都是男子汉。对。不应该这么样。就是这个时候，我那个时候我说第一次我来这边，我们应该已经3-4年开始念那个 Vajrayana Dorje Purva 是不是？然后一天早上很早，就是应该5点6点早上，然后我们在念那个 Vajrayana，然后我们有那个 mantra，right？ 然后我在想那个时候我开始想一下，这个地方有很多人不觉得第一次，他们都是非常非常棒，他们都是应该明白了很多那个法的意思，然后他们真的会打坐，会练习，会 practice，right？ 然后我是谁？我为什么到这边？我是谁？我都没有懂，我一个都不懂。我什么都不懂。那个时候，我想这样的。你自己想。对，然后我想。我怎么样这个他们就是很高，然后我是什么样？我是谁？我为什么来到这边？跟那么哲明的那么好的人一起。对，我为什么再到这个地方跟他们？然后这样的，我想可能我都不会到他们这样的，我自己可能不会到这个医生，对，我可能自己不会，但是我想，如果我就是一个人，或者是一个我想就这样的ant 怎么说 ant like the animal 蚂蚁 OK 蚂蚁一个蚂蚁，我就算是一只蚂蚁。对，如果我可以帮忙，就是一个蚂蚁 the ant right OK 如果我可以帮忙它，然后我就高兴了，然后我就可以了，就像这样的。我跟他们可能都不会，他们非常厉害的，对，我就是一个普通人，你知道吗？但是如果我到这个地方，一个蚂蚁是可以帮忙、可以帮助的，然后就 OK 了，就我觉得够了，就这样的，我想这样的。那是很实际的一个菩提心了。可能是我第一次感觉那个菩提心的感觉，那个时候我开始哭，特别多。就是1个小时，厉害了，中文说法，差不多2个小时，真的都在哭。然后我用我的衣服，然后就这样的，然后我从这边有都 like just here like 对，特别多，就是很有一点embarrassing， 无法控制，有一点尴尬。对，有一点尴尬，因为大家都看他有一点神经病，我觉得他哭了太多，怎么样？我为什么他有一点？然后我就这样就很多就哭，就像这样的想法，就是，然后那个时间完了，然后我们去吃早饭，你知道吗？吃早饭，然后那边我们在那个萨康 cafeteria， 就是那个餐厅里面，然后仁波切看到我，然后仁波切跟我说来这边，然后去仁波切那边，然后他就没有说话，他给我blueberries 蓝莓，蓝莓，他就从自己的手，然后就给我蓝莓，他说吃这个，然后这个时候我明白仁波切
看到我想什么法，嗯我就看你的想法到，对，我就看到我明白了，人们知道我的想法是怎么样，我感觉这样，然后我还记得那个我非常有 like touching like very touching feeling that time， 非常感动。对，那个我还记得，我第一次来这边，我觉得你这些谈的都非常诚恳，也是自己的这个无造作的，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，因为这种聊天有时候是现在的网际网络的一个好处是，我们如果好好利用的话，就是免费的。对。所以呢，我相信对于有些学生来讲的话呢，或者还不太认识仁波切的一些人来讲的话呢，相信起到一个鼓励的作用。这也是大家一起做一个功德一样啊。对，其实做任何事情，这就形成一个善念去做的时候，就是都是修行。那我现在问一个不太相干的一个问题，可以，因为我现在这个是要做我的频道上面，叫做荣颂频道。对。那你是有没有听过荣颂吧？这个怎么听到的？你跟我说一下。荣颂吧，我没有听到很多，就是一个地方我听到他的名字荣颂吧，所以我们有那个 Vajrakelayya， 就是Dorje Purba， 对，金刚普巴那个 practice，right？ 那边里面有我们开始每个session，right？ 开始就是开头的时候，开头的时候有 like lineage supplication， 就是传承祈请文。对，所以这个里面有荣颂吧的名字，所以我念这个很多次，我念，但是那边有很多东西，就是开始 it's like something like to the Buddha word lineage I pray primal kuntu zambo dorje chang lekye wangmo prabha asti vajra tyocheng， 所以有很多这样的。然后那边有一个就是 Shubu Rongzum and the Clan of Khan something like that， 对。所以这边有 Rongzum 的名字，就是 Vajrakelayya practice 的 lineage， 是的。就那边我听说他名字，对，但是其他的我也不太认识，对，因为有可能 like 我不知道英文翻译有可能没有很多他的写的什么交流还有什么。因为我自己呢，其实也跟荣颂吧的比较特别有缘吧，尤其是宁玛本身的教法里面。荣颂吧的大和龙庆吧，这两位是本身是大圆满传承注释中非常重要的。对。那除此，所以如果我以这个这个荣颂吧的名字作为名，这个我的频道，那也想推广一些荣颂吧的大，因为荣颂吧的大是一个1000多年前的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大成就者。这是我也想刚刚问一下，我觉得你已经知道这个，而且你这个荣颂吧虽然是你听过的地方，这个是的很具体、很立体的，而且那种很清楚的、很清晰的荣颂吧出现在这里，而且天天在念荣颂吧，所以你跟荣颂吧的缘分也慢慢具足了，所以现在就变成一个有缘人啊。非常谢谢你的聊天，很高兴。我不知道我说了什么东西，有没有什么 like 帮助，还有什么？就是我随便聊什么，然后我不知道。很自然的，而且很真诚的聊自己的这个一些想法和自己的经历。但是我觉得你做这个工作很重要的，因为我觉得西方这边我们。有很多人听说就是龙庆巴正，很多人就是认识他的那个 teachings，right？ 但是荣颂吧，我觉得有很多人就不太认识他的教法，他的什么写什么东西的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。然后就越来越，我也希望我们有英文翻译的比较多。对，因为荣颂吧的有一些主要的著作，一个叫《正诚现象即佛论》嘛，对，还有就是叫《入大乘论》，
很多的著作都是非常著名的。对。但是现在呢，逐渐又开始翻译成中文了。我也知道有些西方人也开始在研究。对，现在我们没有这个翻译论文，所以一定会很快就有很多相关的。那就好。你要好好的去读啊！太好了，太棒了，谢谢。